Hello， 欢迎来到勾勾公哈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怡姐，我告诉你哦，最近啊，我发现啊，很多人休假休闲的时候呢，就喜欢出海钓哦，因为可以享受哦这个阳光啦，还有海洋，另外呢，还可以感受一下钓鱼的乐趣哦。而说到了钓鱼，就是钓鱼哎。钓鱼就是钓鱼哦。其实现在海钓已经被视为是一种有益身心的活动哦。亲朋好友聚在一块，不仅可以享受海洋、享受阳光，更可以品尝一下自己辛苦而来的渔获，而且只需要一根钓竿就可以了。钓竿呢就是钓柄，钓柄呢就是钓竿了。那我有个朋友啊，他在当船长，他就说呢，现在全家一起出海钓呢，非常的流行哦。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呢，全家出游不但是可以享受天伦之乐，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拉近亲子之间的距离哦。而说到了船长，就是选总。选总就是船长哦。今天要教给你的一整句话呢，就是我放假都去钓鱼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爱中了都去钓鱼哎，爱中了都去钓鱼哎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带你一块来体验钓鱼的乐趣。你话有钓过鱼吗？没有哎。钓鱼的东湖教你嘛？哦，真的哎，我也想要钓钓看。我今日带你去钓鱼。好啊好啊。你坐船去钓好吗？哦，好啊好啊。吕大哥你好。你好，船长好。你话，你根本的船长。哦，沈总好。我带你去钓鱼的。来，你出发喽。好。去钓鱼的哦。吕大哥，出海之前啊，你先教我怎么用钓柄。哦，钓鱼以前啊，都要标下去哦。鱼的丝，你就建起来，建起来。吕大哥好像有鱼哎。对呀，钓鱼没鱼的哦。太棒了。耶！我觉得这个钓鱼真是乐趣无穷哎。对呀，除了好玩之外呢，你想想看现钓现吃，这渔获是不是真的很新鲜呢？所以赶紧帮你复习一下这些和钓鱼有关的客家话哦。首先呢，钓鱼就叫做钓鱼哎，钓鱼哎就是钓鱼了。那记得呢，要钓鱼一定要有一支呢好的钓竿喽，钓竿就叫做钓柄。钓柄就是钓竿哦。当然，现在呢不用当船长，你也可以体验钓鱼的乐趣。船长呢就是选总，选总就是船长了，没错。今天最后要帮你复习的一整句话呢，就是我放假都去钓鱼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爱中了都去钓鱼哎，爱中了都去钓鱼哎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带你体验一下现在最新兴的身心俱足的休闲活动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